25分翡翠台。大家一齊 hands up，呢個大家庭我哋可以學到好多嘢。中國嘅茶文化係幾時出現㗎？有啲飲食習慣咧會損害牙齒嘅健康㗎喎。擴大想像空間，強化我哋嘅思維，仲可以展示才藝，一齊腦洞大開。hands up，星期一至日翡翠台。吃貨福音 update 開餐情報，每週直送。食神炒飯，食神炒飯真係食神嗰個大龍師傅 design 呢一個咁樣嘅設計同炒呢個飯出嚟嘅喎。探店寶藏餐廳，呢間鋪頭咧，之前白種元都嚟過，精選爆款必食。果香味咧濃到咧，好似食緊果 jam 咁樣。一站式揾食攻略開動，美食新聞週報，星期日晚10:45，翡翠台。翻嚟新聞時間，先睇啲金融行情。恒生指數今日收市係報26,347點，跌58點，總成交2626億。歐洲股市，倫敦富時100指數跌35點，巴黎 CAC 指數跌47點，德國 DAX 指數跌261點。轉睇其他消息，食環署引入人工智能系統偵測冷氣機滴水，首階段會部署喺行人過路處以及候車處等300個黑點。喺佐敦道呢度搭巴士，隨時都會中招。踏入夏天，唔少人會開冷氣，冷氣機滴水嘅問題又惡化。好煩啊！哇，滴到睇我啱啱洗完頭滴落我頭。避唔到嘅喎，突然間滴一地。但係如果好似呢啲地下會有晒嘅，你就一定會閃咯，你唔會喺佢底下行啦，係咪？要巡查冷氣滴水，日光日白可能都叫做顯而易見。不過去到夜晚就要考下眼力。食環署研發出第3代偵測系統，喺油麻地呢個滴水黑點，用人工智能配合紅外線夜視鏡，滴水嘅單位會俾 AI 識別到，即刻無所遁形。要同事呢，就係 zoom 到佢比較近啊，個冷氣機咧，咁先可以用肉眼睇到個水點喺度閃啊！咁而家呢個第3代嘅人工智能影像識別技術咧，就可以喺比較遠嘅距離咧，就係嗰個人工智能嘅技術咧，就會用個綠色嘅框咧，框到俾同事睇咧，呢部機應該係滴水喎。咁同事就可以就直接咧，就係針對呢部機咧，再望埋去咧，就睇清楚佢係咪滴水。我哋希望咧可以增加嗰個效率啦，就係相同人手可以處理到更加多個案。食環署1年5個月大規模打擊冷氣機滴水，第一階段喺行人過路處、候車處等300個黑點，每星期都會巡查至少1次，會向偵測到滴水嘅單位發出通知書。如果喺期限過咗之後仍然任由冷氣機滴水，最高可以罰款25,000蚊，另加每日罰款450蚊。署方話預計喺未來嘅1個月加設2套人工智能冷氣機滴水調查系統，主要用喺油尖旺、灣仔等嘅重點區域。無線電視記者邱建偉報導。食環署上個月起加快食肆露天座位牌照嘅審批，最快縮短至1個月內。喺立法會相關委員會，有議員關注申請嘅條件係咪能夠再放寬。唔少食肆都有露天座位，不過喺現行規例下要額外申領牌照。食環署上個月引入會審小組，連同規劃署同埋地政總署等等，共同審批牌照申請，由以往平均需時大約12個月，縮短至1個月內處理，至今批出1宗申請。喺立法會相關委員會會議上面，多個議員關注新機制下仍然要求食肆要保留唔少過3米闊嘅行人通道，有冇機會再放寬？亦都好多食肆同我哋講咧，去申請嘅時候，可能嗰度係街尾嚟嘅，即係或者係嗰個亦都唔再通去其他地方嘅。咁我亦都希望呢啲部分咧，即係部門間溝通下，可唔可以即係酌情啲？即係只要你過咗3米咧，就大家可以好快咁批，起碼幫到部分個案可以以最快速度批咗先。咁但係話少過3米嘅個案，其實我諗我哋會將嗰啲個案咧俾翻唔同部門去睇翻個在地嘅實際情況。露天座位難免可能會造成噪音問題，有議員就問及署方點樣平衡居民嘅影響同埋食肆經營。
商住嘅大廈啦，咁就可能樓上咧都係有啲意見嘅，可能係涉及油煙機或者吸煙或者以至到嗰個通道嘅問題，即係想了解下局方即係點樣去協調啦，個諮詢樓上10個業主係要攞晒10個，如果係定係大比數嘅方向就已經係能夠批出咧。如果我哋覺得係一啲相對少啲嘅反對咧，其實我哋會加啲比較稍為嚴格一啲嘅牌照條件，例如會再限制多啲佢嗰個營業時間啦，或者限制佢嘅範圍咧，但係都仍然會批出嗰個露天座位申請。咁但係如果一啲情況真係話個反對意見比較多，咁我哋都同地區人士傾，可能會有啲個案呢係要求嗰個申請人呢要再次去修改佢嘅申請，睇下有冇啲嘢呢係可以達到一個更好嘅平衡。署方又話已經加強同業界嘅宣傳，相信已經知悉新安排。無線電視記者彭永熙報導。電子學習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本港多間院校受影響。警方至今接獲2宗求助，暫時冇損失。其中1宗嘅求助，有騙徒冒認 Canvas 平台嘅技術支援人員，誘騙市民打開虛假嘅超連結，或者係致電熱線，透露個人資料，以進行下一步嘅詐騙。而另一宗就係教育機構主動報案指 Canvas 被入侵，並未發現有數據外泄嘅問題。警方提醒市民使用第三方平台服務時候應該提高警覺，包括定期檢視權限設定等等。另外，亦都要提防有騙徒針對近日嘅事件，冒認第三方平台員工發動釣魚攻擊。再睇啲國際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伊朗對美方停火方案嘅回應係垃圾。伊朗就批評美方要求係毫無道理。據報特朗普正係考慮對伊朗嘅下一步行動，但預料喺佢結束訪華之前唔會有重大決定。美國同伊朗未就停戰方案達成共識。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一喺白宮一再表明完全唔接受伊朗嘅回應，尤其唔滿意對方冇就核問題讓步，又話德黑蘭政府反口，最初應承讓美國接管濃縮鈾，但冇喺回應嘅文件提及。After reading that piece of garbage they sent us, I didn't even finish reading it. They said, I'm not going to waste my time reading it. I would say it's one of the weakest right now. It's on life support. 伊朗早前透過斡旋方巴基斯坦回應美方提出嘅方案，堅持先聚焦結束戰事、波斯灣同霍爾木茲海峽嘅海上安全等等，之後再傾核問題。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卡里巴夫星期二喺社交平台貼文，話美國必須接受伊朗14點方案中提出嘅伊朗人民各項權利。特朗普接受霍士新聞訪問嘅時候話，正考慮恢復並且擴大以疏導霍爾木茲海峽受困船嘅自由計劃。美國新聞網站 X 社報道話，特朗普本人傾向採取軍事行動，加強向德黑蘭施壓。除咗可能恢復自由計劃，選項仲包括重啟大規模嘅空襲等等。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 引述消息話，特朗普對海峽航運持續受阻，越嚟越唔耐煩，同時認為伊朗領導層內部分裂，導致核談判冇辦法推進。但報道話，特朗普喺結束今個星期嘅訪華之前，唔太可能就下一步行動有重大嘅決定。無線電視記者江川媛報導。英國首相施紀賢面對黨內逼宮壓力越嚟越大，但佢重申唔會辭職。施紀賢領導嘅工黨星期二舉行內閣會議，佢喺會上話將會繼續執政。首相府同日發表聲明，話工黨有一套挑戰黨魁嘅程序，目前仲未啟動。又話過去2日政府經歷動盪，為英國同家庭帶嚟經濟損失。多個官員繼續向施紀賢施壓。負責住房、社區及地方政府事務嘅政務次官法恩布拉宣布辭職，呼籲施紀賢設定有序嘅過渡時間表。當地傳媒報導，外相、內政大臣、國防大臣等6個內閣成員亦都要求施紀賢設定辭職嘅時間表。伊朗局勢不穩。日本零食生產商卡樂 B 話，由墨原材料供應緊張，會暫時改用黑白包裝。
日本放送協會報導，零食生產商卡樂 B 星期一發聲明，話伊朗局勢持續不穩，導致石油及副產品石腦油供應緊張，價格上漲。而石腦油係印刷油墨嘅溶劑，因此由今個月下旬開始，過10款薯片及蝦條產品將由原先主要嘅橙黃色包裝轉為黑白包裝。新包裝上仲會標有石油原料同節約嘅字樣，將實施直到生產商揾到應對方案。報道話，卡樂 B 已經通知合作伙伴，並且表示唔排除會根據事態發展再作進一步調整。日本早前有調查話，當地約70%受訪企業表明，若果石腦油供應持續緊張，佢哋將會提高產品售價作應對。內閣官房副長官佐藤啓星期二透露，政府正向相關部門及機構了解情況，並計劃約談涉事嘅企業。佐藤啓解釋話，當前使用庫存嘅原油精煉石腦油嘅工作仍在繼續。日本今個月從中東以外嘅地區進口嘅石腦油數量係局勢緊張前嘅3倍，相信日本整體所需嘅供應量已經得到保障。相關部門正穩步解決任何供應唔平衡嘅問題。無線電視記者江月報道。英冠升班附加賽4強，侯城憑次回合作客贏米和爾2-0晉級決賽。夕陽嘅餘暉靚嘅，但大家都唔想成為最後嘅光芒。米和爾門將柏達臣最唔見得光，收太陽可以光明正大咁接啦，沒收黃衫後城。